欢喜看到你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伫一天的内面真做一个伙，感谢主，咱今日上帝的圣殿内百姓就要唱歌来学乐伊。上帝逐工拢互咱一块三明治，毋知今仔日你摕到上帝的三明治咧？这个三明治是啥物三明治？第一点，常常喜乐；第二点，不住的祷告。记得，第一个常常喜乐，第二点不住祷告，第三点是啥物？凡事感谢。上帝逐工拢互咱一块三明治。所以你袂捌倒腰，你才逐工才起来。上帝三明治互你，你甲起来。会记住，第一点就是常常喜乐，第二点不住祷告，第三点凡事感谢。凡事感谢。所以咱逐工拢摕着上帝互咱的。
想讲阿嬷你做空口徛，互我坐安尼摇来摇去。阿嬷暗时要困的时阵，甲我洗骹，洗骹的时候，阿嬷你后壁迄粒骨敢会动？伊讲袂啊袂动。我讲你哪有即粒骨？因为少年的时阵爱打打，我会笨打你知无？爱打打，所以打甲就跳骨。我讲阿嬷你敢袂艰苦？我阿嬷甲我讲啥物？伊有时是安尼，伊讲吼艰苦，经验耶稣顶是一个痛苦，然后体验约伯的经历。哦，迄阵我听无，毋过我实在体验经验耶稣顶是一个痛苦，然后体验约伯的经历。阿嬷你甲我讲，我听无，毋知意思。毋过慢慢，我即马知，咱若是伫艰苦的时，照着耶稣基督，互咱的听就无共款。咱的心内若有耶稣，咱的生活就无共款。咱的生活就得着丰盛，性命就要得着丰盛。要安怎丰盛？要安怎丰富？若有上帝有主耶稣基督，咱就是丰盛的人，对无？只是痛苦的时烦无烦恼，伊会记着耶稣基督甲咱斗阵，甲咱三个基督。伊来到问题的时候，咱又搁要大声来唱，天要稳定真正大。主耶稣改变我。
顶礼嘛有摕到感谢卡，就这年来要感谢上帝，来写起来，打咧广告嘛，下日子咱咧算数，咧算的时阵当然上帝阮咧遮尔大，哪会即块细地纸就写会完？当然嘛写袂完，只是你甲你的感谢写出来，下日子你若一直算的时阵，上帝恩典真正大。大，你讲有满意，无满意袂要紧，而且靠着耶稣基督，伊渐渐要改变你，毋是改变，毋来改变你的规身躯，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的人际关系，改变你家庭的关系，改变你同事所有一切的关系，就耶稣基督会当改变，咱搁一摆。Thank you.